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来，就是这啦！我甲恁讲哦，这吼有真侪宝藏，内面有带一个石门神。我甲伊是马子，啊，毋过我想要甲这个任务交互你。你即马吼就甲石门神讲，紧出来，你有法度无？有。好，你即马就甲石门神讲，石门神，紧出来！我出来了。你通多讲，我是你的马子。马子。哦，这句话我会记伫我的心头。你特别哦，带来小朋友拢无共款，拢是非常厉害，伫咧哦学校拢是1:1的好学生，对唔对？对。想要问恁啊，恁哦平常时放假的时阵，恁拢会去倒位佚佗，还是去倒位做活动？新年你都去倒位佚佗？你该做啥物活动？跆拳道。跆拳道，等下你会当拍石门神，古春笑呀。好有你咧，你该做啥物活动？相皮球。橡皮球，哦，嘛袂歹哦。明如你咧？画图。画图，这有气质的。尤婷，你该做啥物活动？踢骹球。踢骹球啊，听到无？哦，恁的活动哦，拢非常赞，是嘛？就提出你的精神，大声甲我讲，恁叫什么队名？阮是刀郎乐活公星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，我今晚哦带你去找现形，现形真厉害哦。好啊，拢有啊。现形，嘿，啊，你是要去走路是无？什么走路？你看这个包袱啊，不是啊不是走路，还是你是要？你无较尊重的。我最近哦是无闲的啦，啊，罕尼有闲哦，有时间休困，我想讲要来去迄落婚林啦，婚礼？来去游览者，因为我咧款行李啊。啊，婚礼你问到人啊，我一群朋友拢是婚礼来的。哦，你婚林来哦？啊，婚林有啥物好佚佗、好耍的所在？在林咖啡。啊，是毋是国庆？我有记喺我迄落铺仔内底，啊，佫有倒位？到了油啊。油啊！有啊，跟柳丁。哦，柳丁，哦，水果嘛真有名，对对啊。油丁，你无介绍一下？会当去阮斗六的人文公园。我想讲会当去阮兜，哦，去恁兜嘛袂歹啊。哦，所以恁对咧休闲旅游应该拢介了解吼。哎呦，嘿啊，哦，真有气势啊！安尼来甲恁考一下好无？有信心无？准备接招，恁来个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显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着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来哦，第一个关卡。啊，咱高雄啊，伫几啊年前，捌互真有名的旅游杂志选做世界上好游览的都市第5名。今年咱台北市第2名哦，真厉害哦！我若想到游览嘛，我就想到饭店，一定要带一间真舒适的饭店。我就来考看卖恁对饭店到底有偌了解。准备接招，起来噶！来啊，后一个，这无好，较会晓回答无？来，凌晨。水，来，这位，后一位，米杯。水，来，水你加油！哎呀，差一组啊，加油！阿婷啊！金头，
水，好，镜头，速度准备啊！这里哦，注意安全哦。哦，水，电火，电火，无唔对，这拢是饭店的出现呢。好，嘿，没烫，没烫，没烫无唔对。我刚高一支手接。T 哥T 哥，逐工拢爱用到的饭店来出现。 ，T 边啊， T 面啊，水哦，这台语真好嘞！哎，杯啊，真好真好。哦，做一拍一珠珠啊哦。两支手啦，两支手啦，两支手较好接。第个，无唔对。这个，啊，较你会使较歪，较歪嘿。圣经，圣经对，圣经这位，笔，对，笔。哇，加油哦，还有时间哦。电视，时间哦，这个大概你接啊，弹出来哦，这尾这活跳跳啊。这尾青的，这尾青的。冰箱好，无唔对。妈妈，较头前的哦，加油哦，两支手哦。洗衫机，洗衫机，唔对唔对，唔对，后一，唔要紧，后一个。后一个，啊，跳出来，洗衫机，伊想讲三个字就是洗衫机的款。来，刀啊，水啦，倒啊，来继续。冰炉，还有22秒时间哦。伊啊，一啊，有，在，加油！手头啊，水啦，天拖啊，实力吧。差一点点啊哦，遥控器，遥控器水啊。哦，我那些甲我讲啊，遥控器。快点，饮料，好，在，狂买一袋。糖啊梨，糖啊，你对啦，赞。有人讲洗衫机是倒一位，迄是啥？给你一个机会。谁要底？三度，一个拄啊嘛，你放衫就去三度嘛。哦，哎呀，你是唔想讲三个字就是洗衫机？头前咱反应会是，看到三就洗衫机。但是因安尼走，时间啊甲钓的底数，敢若真济哦。我来看卖啊，恭喜你得到哇19题啊！破纪录啊！破纪录啊！有史以来目前上济的，哎所以你会当得到一个金箍箍。哇！所以咱的游艇老官是价值的，咱就带着咱的老官进入咱的第2关，加油哦！准备接招，힘来卡！台语上练档，练仔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步落来进前，看绕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大家敢知影，咱台湾人上喜意的休闲活动是啥物？我来问看卖啊，咱的名女，你感觉台湾人上喜意的休闲活动是啥？看电视，哎呦，你哪知？因为你拢平常时无代志，拢伫厝看电视，对，啊，拢看啥物较济8点钟， ？8点档啊！8点档讲台语嘛，咱就学台语啊。有7成的朋友、民众拢爱看电视，上网的有6成，4成的是旅游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考大家有关旅游、休闲的所有的物件，好不好？准备哦，来哦，起来噶！哦，开始错，开始游哦！加油！豆豆爸，千万唔通跌落来哦！来，开始形容。一个所在，有水伫内底。哦。你比赛的时阵会去搁围比，有水。热天的时阵会去的，热天的时候会去的。继续甲游落去，甲透落去。好，来，恁豆豆爸哦，注意安全哦，来。来，是一个所在，嘿拢是所在有足济，足济，有高，有高，有好，树，有枪，有好，有西，有鸟啊，西，我塞。
使。这速度就慢哦。啊，不要紧，加油哦！你爱挡掉的哦，因才我就继续回答后壁的问题。放假的时阵，小朋友会去遐，哦，小朋友会去的，遐有楚留龙，加千秋。搁有千秋哦，有感觉无？无搁继续形容。好来，哦，咱平常时休假会去倒位休闲活动？好，开始。遐会囥古早米的所在，囥古早米的所在，哦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重点。哎，爱买票，爱买票哦。我不管。后一个。信你上尾一题哦。来，咱的这个练凳嘛，愈来愈紧咯。哦，放假的时阵会去大的较高级，较高级的，放假会去较高级的。大较细，较大。大。呀。到底是什么所在？较少。我的体内底袂看住啊。看我讲。有名城有批，哎，这嘛有配有面啊。前有杯，你嘛可能是其他的所在有无？早顿无？有加早的我。有加早的，有加早的。继续。哦，我有油灯哦，舞到我巴肚小可枵。只想要食早顿哦。但是我这组因配合了真好哦。拢有讲到关团队键。嘿，拢有关键。好，游泳池头先安怎形容的？是一种场所，池水，有水，地内底。伫内底，水伫内底。咱来看。去的时阵会去的。哦，这水嘛伫内这嘛底。水伫咧大溪有名。有名，台中嘛有名吗？台东啦。台东袂歹，我感觉这题形容了真好。来看嘛，动物园。内底有狗，有枪，有虎，有有虎因兔，为因足巧，因若讲到动物，迄个练足紧，所以因就无讲出来。无我看其他敢有种动物，这较歹讲哦。这嘛有可能有动物嘛？嘛有。但是伊讲的这动物真济，因就把每一种动物都讲出来。咱来看下这个，真正我巴肚枵到。咱其实这其他敢若拢是大的所在啦，民宿、较细间，有名较细间，较细间。啊，这个爱大步爬，步爬，真正这个还破啥赢了无？好，咱即摆来看卖啊，恁钓到五题会当钓到一个金箍箍。哇，恁今日表现实在太厉害，我绝对要出一个上难的、教你。准备接招，迎来噶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雪雪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两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上尾一个关卡，看恁敢有可能甲3个金箍箍摕到手。台湾哦，真正有足侪所在，拢足好耍、足适合休闲的所在。咱就来看卖啊，这个所在是啥物所在，遮尔啊好耍咧？进来吧！讲到休闲，有人一定甲我同款，少爱踅街。咱今仔日来到鹿港的旧街，遮会当看到真侪趣味的古早米哦。像这个粒米红啊，就是较早囡仔上喜意的佚佗米。看到师傅遮尔啊幼路的手艺，我嘛想要家己念一身来耍啦。行伫鹿港的旧街，敢若看到台湾古早的闹热繁华。台语嘛有一寡词是甲鹿港有关系哦。大家敢知影是倒一个词甲鹿港有关系呢？哦，倒一个词甲鹿港有关系，但是词还袂出来，嘿，所以咱先听红琪琪甲白雪雪安怎讲。哦，听白一定对，听红你会巧的。人伫咧讲鹿港风中华蠓，就是吼，这个鹿港的风真透，中华蠓真透。鹿港这个港口又搁大又搁宽，所以哦，人伫咧讲伊是一个大港，安尼，您知影无？大港，大港，咱听看觅红琪琪安怎讲。大家好，我是红琪琪，听我就袂漏气哦。
啊，我这个字呢叫做正港，因为呢以前呢有这个鹿港、安平港，搁有淡水港是政府认证的正港，其他呢拢是偏港啦，所以吼，若是外国回来的时阵，拢会对这正港入来。哦，正港也是大港呢。选一个正港还是大港？恁感觉是啥？你毋是讲你上课有去上到？阿婷，你感觉是倒一个？我感觉是大港。大港，大港你感觉是白雪雪讲的是大港？好有，你感觉是倒一个？红的对。对，大港吧。哎，你莫干那开讲哦。你是爱开讲，还是说爱？我选开港。无开讲啦。明如，你感觉倒一个？是白雪雪讲的鹿港风、彰化蠓。咱想看卖，我讲我是先来投票一下。其实这两个拢无好紧，因为你看鹿港风真正足透的嘛。对啊。就是迄个风的感觉真大港的感觉嘛是。嘛是哦，白雪雪的野手，红记记的野手。哎呦！冰盘呢？所以恁选的是？红记记。你压完红记记，你来讲，哎是白雪雪吧？所以你到底要选哪一个？红记记是无？是。好。确定。干啊呢？来听我简单的解说一下，头先讲的真正无唔对啦。正港后来就是互人形容做是正会，因为伊就是对咱真正台湾上繁华的港口袂歹，所以对迄个正港袂歹，就叫做正会。大港会想到一个都市叫啥？高雄。高雄。安尼有了解无？了解。了解哦，第一题对啊，半个金扣扣啊，唔是开讲哦，你就爱甲我开讲的是吗？好，不要紧，第一题互恁提起啊，来看卖啊，第二个题目。听到地鼓烧水滚恰恰的声，闻到香公公的味道，等一下绝对有好料的通食。鹿港旧街有足侪传统的台湾好滋味，亲像这间有做糕饼的百年老店，内底有以前做饼卡糕仔咧用的模具，唔那功夫油，嘛是有历史的古董哦。这个红眼糕甲牛舌饼，嘛是足侪人爱食的四手案呢。毋过，大家咧食的时阵爱细腻，若是糕仔糊、饼油啊落伫咧涂骹，是会生狗兄的哦。这就互我想到一句话：狗兄扛大饼。请问恁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狗兄扛大饼，狗兄敢有法度扛大饼？高雄。咱先听看卖啊，白雪雪甲红记记安怎讲？请讲。对，狗兄哪有可能会扛大饼？这是一个形容词，形容一个人吼，你若是做超过家己范围的代志，人就会讲，哎哟，你安尼吼，狗兄扛大饼，听我的就无唔对啊哦。我甲你讲啊，一只狗兄吼是绝对无法度扛大饼，但是狗兄拢嘛规收的滚啦，只狗兄，所以呢，只要吼大家做伙做一件代志，就会使完成哦。哦，团结的力量就特别大嘛。恁感觉咧，是毋是敢若拢真有道理？狗兄细只，要扛大饼有淡薄困难吼。恁兜做饼捌看过狗兄扛饼？无呢，无注意。有哦，是你倒去看的？伫厝里。你厝的啊？啊，是啥物物件那个涂骹，互狗兄扛去？月饼。月饼哦，是哦。同款。哦，所以你感觉的答案是啥？规地拢是一箍狗遐，哦，一箍狗遐。哦，规定的就对啊。红记记的。明女有敢有啥物想法？感觉明女倒一位讲的较有道理。红记记。红记记。红记记。团结力量大。团结力量。那是啥？好有。好有，你想要选倒一个？我继承啊。我是感觉伊讲的敢若嘛不哩有道理啊，因为你狗遐骨骹安那搬骨骹安那坐只，敢真正有法度搬大饼？能力无够吼。狗遐会当搬比家己重重。骨较重的对对，骨较重的。哦，这是迄个伊的能力的问题嘛。啊，你感觉伊讲的这个形容的道理，感觉有道理嘛？白雪雪讲，就是讲你超过家己的范围的能力。是毋是嘛有道理？你看，伊
开始艰苦啊啦！新年你感觉啥？小丽，你感觉是倒一个白色色哦？安怎讲？到遐无法度讲大饼啊，你是感觉讲的有道理哦？好，啊，即马只会用投票啊！小姐哦，小姐，白色色野手，白色色野手。这是冰盘的意思吗？嘿，头先你唔是讲红记记爱甲安尼，你唔是爱红记记爱甲安尼，即马哪算白色色？所以确定是白色色。敢安尼。恭喜恭喜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厉害厉害！哇，想袂到两题拢对哦，恭喜恁得到一个金箍箍！今仔日关卡竟然互恁所有全部拢互恁破关啊！袂要紧，恁有3个机会，啊毋过迄个金条有4个，到底会选到无？现来噶！哇，果然厉害，摕到3个金箍箍，机会真大哦，75趴的机会，有信心无？哇哦，真大声安尼会使讨论到底要选哪一个动物？好，第一个机会，你想要选倒一个？会使讨论一下。梅花鹿，梅花鹿。哦，你确定要选梅花鹿？确定。确定。确定哦。好，第一个选择梅花鹿，请起来。剩2个机会啊！保重，你伫倒位？不会去啊。换你。梅花鹿。好。你一个人选一个啊？即马我想选姓倪，你想要选倒一个？哦，真歹紧。开始哦。今仔日拼几工，为的就是保重，就好啊。就好，2个机。确定。确定。请起来。等我选你。这个记录75趴，一直试到即马剩25趴，哦，即马一半啊，一半，这个想要选，这个想要选，好1/2。林路，你想要选倒一个？来，等我选你了。等我选你好，好来，手更好，最后一次听。请起来。不要紧，紧发落音啦！给我落你啦，快去啦！虽然无着，嘛着着咱特别制作上水上金的金箍箍破下出来。咱来看卖下者，咱真正有啊。哪里真高水？老干先来挑选。倒片仔做。这真古水哦，倒片仔做，夜市的倒片仔做。后摆过来评好无？好。啊，继续讲，啊，继续过来参加，好唔好？好。后摆就非常了不起啊！哦，非常了不起！欢喜二大义，加油！